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吗？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派准委去越南了后，伊唱甲二唱，就要麻烦你甲李经理负责啊。这责任足重的，你要认真协助李经理，好好做代志。对啊，李经理就要退休啊，以后两间工厂我拢爱靠你，你千万唔通互我失望。以后咱工厂要继续靠你哦。这阵仔辛苦你啊，若无代志，你就去无用啊。看起来这件代志对冠怀打击真大，还有文玲，我惊伊嘛受到影响。也毋过比赛就是有输赢，伊应该早就有心理准备啊。其实冠华若在台湾这边做好，嘛袂比做越南抢救歹。这段时间，伊应该会当想通。叶手，副经理，你的茶啊？谢谢你。我靠！给我闹来！有什么糟蹋我？有什么糟蹋我？李经理，你为什么又爱奥卡？为什么又爱奥卡？李经理，又差你几票，又差你几票，又差你几票！又爱奥卡。就差你一票，就差你一票，就差你一票，你决定。叶冠华。投票结果真公平，以后你就留伫公司好好做，会有更较大的进步空间。讲的比唱的更较好听，这毋是你爱的结果。若毋是你莫名其妙反对，就免投票，我早就已经是厂长啊。投票的结果，敢是我一个人会当决定的？你若袂去检讨家己，颠倒来怪我，而且敢是我讲要投票的？是你甲文玲想出来出头呢？文玲讲了无毋对，
你就是要甲阮压落底来表现家己真敖。你到底有啥问题啊？今仔日你会输，就是因为黄总伟的能力比你较好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有你这种亲人，我就无需要敌人啊。关华那拢唔接电话，投票结果应该出来啊。喂，阿兄，关华拢无接我电话，投票结果是毋是出来啊？哦，好，我知影，多谢。大家拢讲我是兴华的驸马，地无安尼食山珍海味，人安怎讲我无要紧，也毋过袂当害长甲下面子。林经理，我甲你讲，迄个新庄上林书的，你林书的代志，你掠听话好无？你若是无听话哦，迄个陈总监会修理我就买吼，在兴华骹步徛好在，好好拍拼。莫互别人感觉我是靠某才会当入来，互阮妈甲阮太太出去外口行都有风啦。关华 ，fighting！ fighting！ 您拨的号码无回音，转接语音信箱。关华。不管结果安怎，你伫我心内拢是上好的手长。不管安怎，我甲医生拢会无条件支持你。关华，你若是听到，去接我电话好无？本人讲了无对，你就是要甲我压落底来表现家己真敖。我有你这种亲人，我就无需要敌人。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，所以无法接通，谢谢。陈文玲，你是拍算一世人袂甲我讲话心？优点：小力悬，个性独立，经济嘛独立，做事能力强。重点是，甲我真有话讲。啊，若缺点，厝内的人真济，关系复杂。卡数缺点就敢若一个。也毋过我敢袂当接受。嘉文哥，便利茶一杯。OK。师傅，应该袂互你等真久吼。别，也毋过有你啊，莫阁叫我师傅啊！我甲文琪嘛才。哎哟，恁是伊结婚做无飘伫交往的，早晚拢会安尼叫啊。对，互你看一物件。这是我要甲你介绍直播主婷婷，而且直播3个月的粉丝就得要1万人呢。袂歹，生了水，大方阁有自信，真好啊。伊主要内容拢是咧讲化妆，毋管是啥物韩国的啊、日本的啊，还是啥物欧美的，拢讲甲足好的。若是几乎你甲伊斗3工，一定会红的啦。安尼有哩。你拄则讲你这同学，伊叫什么？伊毋是我的同学，伊是我的卫生女江卡婷。卫生女？你这个会所有遮尔大汉啊，卫生女？
有啊，顶摆你来阮兜，毋是有甲你介绍阮日子？日子啊，张友婉。然后你讲伊定定无转去对吧？就是迄大讲来话头长的故事啦。我会记得你讲有另外一段讲来话头长的故事，也就是迄天我看到迄个婚礼相片，也毋过伊无算真正的结婚。对啊，怀着卡廷就是阮儿子迄个结婚，也毋过无算是翁婿的江陵户甲因真某生查某囝。讲 OK，所以安尼嘛算你的外甥女。当然算啊，只要是张家人，我拢会斗相共。未来你嘛是张家人，所以你一定会斗相共。好，讲较详细，我会当斗相共啥物？就做伊的经纪人啊，而且伊最近拄到一个变态，甲伊高高甜呢。这应该要报警啊！有报警啊，也毋过就是惊万一，若是有人甲伊高高甜，我感觉吼，还是爱有经纪人，所以就受到欺负你啊。有你啊！哎，我拜托你，莫阁叫我欺负啊！好啦，或者你连斗相共。对，搁有想到一个，我有一个朋友嘛，足适合做直播。伊即马是槟榔西施，做即道真酷吼。伊吼毋但功课好，人嘛足水的。所以伊嘛是张家的人是？即马还无算，也毋过未来几年应该是。交还，我的偌济？你的咖啡甲有你的零茶饱啦。OK， 200。好。迄个明仔暗时，我想要定位。暗时无啥物人，直接来就好啊，免定位。来，找你。我讲毋对啊，我想要包场。包场几个人啊？敢需要替伊准备啥？免，就我甲文琪2个人。因为我有话想要甲文琪讲，我烦恼人伤济，无方便讲话，毋知安尼敢会个？会个啊，安尼明仔载暗时7点时间留互你。好，多谢。遮尔晚，阁毋转来，是走去倒位啊？嘿，冠华还无转来啊？袂啦，我打电话互伊，拢无爱接。换做是我吼，我也无爱转来啦。看到你就规包都火。阮囝吼伫银行是做了好好，迄前途是安尼一片的光明呢哈。啊是恁张家硬要叫伊入去啥物兴华啦？哎哟，安尼讲甲足好听的哈，要甲伊提拔，要互伊做厂长，啊结果咧？你家己嘛有看啊哈，甲冠华糟蹋到安尼啦！妈，厂长吼是主管做伙投票选出来的，对手实力嘛真强，所以冠华才会输啊。哎呦，笑死人啊！兴华是恁张家的哈，照恁阿姐讲一句话，厂长要互谁做就互谁做啦哈，以后就是无要互冠华做啦，搁惊人讲话，才用这种投票安尼甲伊唏人啦。唉。阮囝真正有够可怜的，互因丈人安尼甲伊创治啦，伊即马心肝内一定足艰苦的。哎呀，以前吼我就甲伊讲哈，娶某吼千万唔通娶迄好野人的千金小姐，阮无法度甲人放贷啦，伊就是无爱听哈。你看，啊到即马也唔转来，唔知到底掠着啥物人啊？哼！
伊直卡袂停，吵死啊！冠华，我挡袂牢啊！我无想要搁做恁张家狗。菲利毋管我安怎拍拼，嘛只是互当作废物，连我想要摕厝去投资，你嘛毋相信我。在你眼内，我甲外人有啥物无共？咱回去离婚啊！离婚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让我们一起在屋檐下。离婚？等下，我去倒位找伊啊？冠华，我知影你最生气的，拜托你莫匆忙先转来好无？手头的代志我讲去叫阿姐甲阿兄，你莫甲我讲你要离婚好无？我知影你伫咧讲气话，冠华，我真是足爱你的，我甲医生袂当无你。我哪会困在遮？即摆几点啊？10点。哎呀！起来，我结婚了后，将来无在外口过暝啊！而且即摆吼，上班要迟到啊！我看即个转去哦，绝对会互骂甲臭头啦！我困去，你哪无叫我？有啊，我有甲你叫啊，是你一直如讲啥物婚姻无幸福，家庭无温暖，死拢无爱转去好无？我啉一点仔尔，哪有可能酒醉？你醉茫茫好无？一直吵讲要甲你某离婚，我传消息互伊。传消息？嗯？我传什么？我到底传什么呀？离婚？我甲问你讲，我要甲伊离婚。这下代志大条啊！好啦，消息拢传啊，就趁这个机会甲伊离婚好无？即摆时机唔对啦，我手长无选调，就甲人讲要离婚，别人安怎看我？你管别人安怎看啊？咱做伙就好啊，叫人敢讲创啥？切！离婚的代志以后再讲啊！你就袂唔甘我对你无名分哦？切！唔甘，我就唔甘的哈！安尼你就趁这个机会，叫伊家厝互你去贷款，摕来互我做投资啊！厝的代志我以后再想办法啦。好，我先来公司。稍等，你的内裤袋，迄间有公司，你才要紧创啥？哎呀，好啊，我家己来啊。好，我去公司啊。恭喜！多谢大家。哟，副厂长啊，唔对，即摆应该叫你黄厂长，恭喜啊！我早就知影你会选调。诸位，这少年要做厂长，你是心怀头一个，无简单哦。无啦，经理，是我爱多谢你，为我日日心怀就一直带我教我，我应该叫你师傅。哎呦，叶副经理，你来啊！大家好早。副经理多少？无啥，拢要食中昼啊，即马才来哦。经理，歹势啦，我再去巴肚无啥爽快。哦，冠华，这个厂长无选调，嘛莫失志啊。董事长互你入去名单，就已经是破例提拔啦。这种代志以前在兴华绝对无可能发生。公司对你哦，真正是足照顾的啦。钟伟啊，恭喜啊，选调厂长啊，
无啦，我有副经理这么强的对手，我当选调是运气好。好啊好啊，这选举已经结束啦，大家刷落来好好做工课。不管未来在什么位，拢是兴华的人，爱全力拍拼。兴华，加油！兴华，加油！李经理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又爱后卡？你讲啥？我听无。咱不是讲好啊？你为什么反驳我？好啊，我著甲你做的好代志，拢甲公司报告。我无得做厂长，你嘛免想要好过。你乃唔检讨你家己哈？人缘不甲遮尔歹，只有我支持你，别人无支持你，有啥物路你用？来往白讲什么啊？我有4张票，敢若差你1张啊！毋是你甲我创空是啥？无你去问周在明啊，投票时阵伊就坐在我边啊啦，又看到我甲你的名勾起来，啊若是想走票，害你无当选，你家己去查啦。总算卡来啊吼！喂，你敢咧无用？无用，有够无用的。你银行有用无？阴暗，也毋知影呢，安怎？敢毋当请你半点钟？我有非常重要代志要甲你讲。什么代志啊？这个代志我想过落工啊，我无想要搁拖落。不管安怎，今仔日一定要甲你见面。哦，好啦，安尼暗时7点伫咧交换的 Mavis 咖啡见 ，OK？ 什么重要的代志，一定要阴暗甲我见面啊！叶咖啡，多谢。大导演。喂，无有好友啊，阴暗去你店里呢？我知影，伊有包场。为什么要包场？伊讲有话要甲你讲，无方便互人听到。安尼我问你，伊敢有拜托你做一寡什么特别的代志？什么代志？譬如讲，报伫咖啡厅，麻烦你替伊订花、订鸡龟啊，或者是订鸡卵糕。无。奇怪。你才奇怪咧！无头无尾问我遮侪问题，我也无用啊。拜。喂，讲几句也袂用的哦。阿姐，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拢无要求过你啥物。我即个真是就需要你斗相共，拜托你甲我斗相共好无？文玲，先啉水啦。多谢。是毋是冠华因为无选到厂长，伊无欢喜甲你冤家啊？你莫着急，阮拢会甲你斗相共。也毋过你爱甲你的情形讲互阮听，阮才知影要安怎做啊，好无？冠华，伊心情足歹的，昨暝拢无转去厝里。我打电话给伊嘛不爱接，后来伊传消息甲我讲伊要甲我离婚。离婚这款代志，敢会当凊彩讲出嘴？你为了伊这个选厂长开偌侪精神啊！伊无感激你就煞煞去，竟然搁怪你啊！嘉诚，文玲即马已经足艰苦啊！即马重点是，咱刷落来要安怎做？投票拢结束啊，袂当反悔。若无我无法度甲公司其他人交代。也是，互冠华升接副厂长的位，等你经理退休了后，再甲黄俊伟调转来公司接经理的位，安尼冠华就会当做厂长。这是两全其美的方法。而且，
大家嘛拢袂有意见。这是真好的解决办法。我嘛当初为了啥物来接李经理这个位置烦恼，黄俊伟是袂歹的人选。文玲，你感觉咧？我唔知影冠华敢会愿意，也是你等冠华回来的时阵，你先甲伊参详，然后才甲你阿姐讲。唔知伊敢会着安尼，无想要回去啊。好啊，莫烦恼。你看你拄着问题，厝内人一定会想办法替你解决。林哥，我有代志问你。来，副经理，你去啦。我问你，李经理敢有投票给我？这我们哪知影啦？你坐咧伊边啊，你也无看到。好啦，迄个时阵我较想看到李经理登你的名。安尼谁无投给我？这我就真正唔知影啊！我唔是小姐啊，我无可能去每一个主管边啊，坐一个看一个，坐一个看一个，对吧？选票你收的，报告你做的，你也唔知影。哎呦，副经理，阮开会内容拢袂当传出去，我实在袂当甲你讲啦。你唔甲我讲无要紧，投票记录互我看。啊？就当作是我无说你看到的，甲你无关系，安尼会用哦。哎呦，副经理，这个过去的代志吼，都可以过去啊，对不？你唔爱这样计较，人生吼想较开咧，安尼较欢喜啊，对不？投票记录你做？唔是。唔是，唔是，真正唔是啦！我袂当互你看，真正袂当互你看啦，袂个啦。副经理，资料爱向我啦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冠华，你回来啊！卖管我啦！冠华，你敢知影我为什么输给黄俊伟？我唔知影。唔知影，你什么都唔知影。陈文琪直接针对我会当红。恁大哥咧，我真正想袂到伊是小林。什么意思？你讲阿兄甲票投黄俊伟，哪有可能？是毋是你摸唔对啊？摸唔对，会议记录白纸互你写的，敢会唔对？我输给黄俊伟，敢会唔对？因我阿兄一向拢真支持咱啊。伊表面上支持咱，实际上呢，拄咱一刀啦。这种人上恐怖。你敢知影会议记录安怎写？伊当所有的高级主管的面。学了黄俊伟，讲话拖来那代志，一直代讲。这件代志你嘛有功劳啊！你毋是嘛拼暝工规暝加班？功劳是别人的，苦劳是我的。恁大哥安尼讲，
就等于是甲大家讲，以后在兴华无我的位，这个人以后会安怎看我？袂啦，我今日有去找阿静，伊讲会甲你调去越南做副厂长，等过。我在黄俊伟下骹做代志，规气叫我去死。还是恁丢家，感觉我是去食，我无需要因可怜我。冠华是的，我唔免失知影。礼啦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无这个才调啊。当初吼，我就莫甲你高攀，就免领恁兜的薪水，住恁兜的厝，做甲流汗，去风险甲流烂。离婚啊！过去离婚，我无想要讲，互恁丢甲糟蹋。冠华，你莫安尼！冠华，你要创啥？冠华，你莫安尼！拢是我唔对，拢是我唔对！冠华，你莫安尼啦！假设咱离婚，医生要安怎啊？不啥啊！我在银行做得好好，恁硬要爱我来兴华上班，厂长唔互我做，一开始拒绝我就好啊。为什么互我希望，搁要互我歹看？你敢知影即马？全公司的人拢在看我的笑话，我在公司喘气，都跟我见笑。冠华，我知你就拍拼，我知影，我真是知影。我正经确实做唔到代志，也毋过我真拍拼在弥补，为什么丢甲唔互我机会要打击我？我即马前途拢无啊，我搁会当安怎？冠华，袂啦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也是真有前途的，我真是相信你。冠华，这间厝的厝契互你，你摕去做投资，这是你上内行的。以后要做啥物代志，我拢会支持你，我拢互你去做。这厝是你的，我袂当顶当。这厝是咱的。你去投资，嘛是为着我甲医生，所以我支持你。你真是要甲厝互我？你伫咧兴华薪水无悬，即马连升官的机会都无啊！我嘛替你感觉足委屈的。也毋过冠华，你千万袂当安尼就放弃。我知影。投资理财是你的专业，你只要有资金，你一定当赚足侪钱啊！我相信你。冠华，我甲医生的未来就靠你啊！咱总会加油打拼，莫安尼就放弃，好无？水宝。是嘞，我拄则伤冲动啊！我无应该甲你讲什么要离婚。是嘞，是嘞。我知影你一定袂放弃我甲医生啊！你坐车创啥？自从顶届甲一个人坐咧遮开讲，感觉搁不了浪漫，就会有时阵出来看路顶定咖啡。8点钟就到啊，看起来搁不了紧张。我哟，伊今仔日是想要甲我求婚。恁安尼敢会伤感啊？哎，你的好朋友就要面对人生的大代志，你讲什么敢袂伤感？恁才实在无几工，就这样着急要求婚，受憾啊！只要是对的人，就敢嘛袂伤紧啊。我就在遮无巧了零啊。我入去啊。嗨。敢等真久？袂啦，我知影你一定会提早到，所以我半点钟进前就到。你是我熟悉的查甫囡仔内底上有时间观念的，要毋过提早半点钟嘛提早伤济啊。袂啦，有够我想等下要甲你讲的代志。所以你要甲我讲啥？
安怎啦？是有啥物代志一定要阴暗约我见面？文琪，我想要分手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文琪，我想要分手。你著甲我讲算笑心？为什么？咱毋是一直拢交往得真顺利？我俩准你今日要甲我……又好，你是毋是感觉我对伊无好？无，我感觉你真好。你在我心内每一项拢是100分。其实讲到底，是我的问题。你伫我的标准嘛是逐项拢100分呐。我俩准哪会当一直久久长长行落去？你看，恁妈介意我，阮兜的人嘛介意你，敢毋是？安尼为什么？问题就是恁兜的人。对我来讲，恁兜的人伤济、伤复杂啊。你是甲我交往，毋是甲因啊？敢有影响？当然有啊。文琪，我问你，假使我甲你结婚，你敢有可能以后完全拢唔甲因来往？我自细汉就是我甲阮妈两个，真单纯。未来就算我结婚，我拢希望我甲我的牵手会过简单的两人世界。就摕顶间的自产来讲就好。恁兜的人坐到，我爱摕一个簿仔，一个一个写落来，我才会当清楚知影因是啥。也阁有，你甲恁小妹在大家的面头前冤家，凡是对你这种在大家庭大汉的人已经惯死啊。也毋过对我来讲，这种冤家的方式是伤害感情的，毋是你讲的大声交换意见尔。阳光每一个人的家庭本来就无共，要做伙就要互相适应啊。我感觉我永远拢无法度适应，所以真实的。我讲啊，这是我的问题，我只会当甲你分手。你分手的这个理由伤勉强啊，我无法度接受。你真正永远拢无法度了解，为什么恁兜的人对我来讲是真恐怖的代志，所以咱才无法度继续做伙，咱就到这为止啦。这段时间，我真欢喜，咱是真好的朋友。嘛，祝你会当两早找到对的人。再见。这样跟你讲啥？有要紧。恁冤家哦？无有好，拄则甲我分手。但阮记，我无需要别人的同情。是安怎啊？哪会无法度发动？
还是我载你转去？唔免。你敢袂当卖一直地我？我烦恼你啊！我毋是3岁囡仔，嘛毋是头一摆失恋，为什么好烦恼的？我烦恼你的脚，你情关带会挡袂牢，恁兜搁真远。干要陪你去饮一杯？你一定感觉我真好笑吼？拄则搁准备要接受人的求婚，结果就庙中放杀啦。恁为什么会分手？伊讲阮兜的人伤济伤复杂，伊无法度死。这是什么理由啊？嘛伤好笑啊！敢是要听搁较好笑的理由？无甲伊穿西装，无想要拼事业，食物件收大声，去到无用完就单调，停车技术伤歹，身材无够标准，这拢是我以前摕来甲人分手的理由，是毋是搁较好笑？以前拢是我气嫌别人，较袂着就甲男朋友分手，搁抓准家己是分手大师。结果即马换别人来气嫌我，主动甲我讲分手，这应该就是报应。迄是因为你还袂拄着着的啦。我拢35岁啊，我这世人什么时阵阁有机会会当拄着像毛友和条件这么好的人？对的人到底伫倒位？对的人都在你的面头前啊！我拄互放散，心情就歹，你莫滚孙笑好无？我无甲你滚孙笑，我真认真。我讲我对你无感觉，我嘛真认真。但问题为什么你拢会当互别人机会，就是袂当互我机会咧？因为我无爱弟弟，而且你毋是我介意的迄款人。假使我甲你做伙，以后可能会出现真侪问题。到时阵会真痛苦。所以毛友好就是你介意迄款人。敢讲恁真个无问题？安尼恁为什么要分手？我拄失去男朋友，你莫互我阁失去一个好朋友。莫阁地我。恁兜阁真远。我即马就去查客人请用的吼。奇怪，逐礼拜三下晡2点，伊拢会出去。今仔日拜三，你人咧？马上就到。我听工厂的人讲，伊提早走啊。冠华敢有回来？即马拢35岁啊，愈来愈无行情，就会感觉感冒的敢若嘛无遐尼重要。拄到一个袂歹的，就想要嫁。但文琪，我拜托你，莫阁去找别个查某人好无？我真是真介意你。你唔知影伊有偌爱阮阿姊，你根本唔知影伊甲阮兜的感情有偌深。你永远无法度代替阮阿姊伫伊心内迄个位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肩上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光
好亲切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